陳美琪嗰個曾經喺電視屏幕上面活靈活現，將小青呢個角色演繹得入木三分嘅女演員，當年喺演藝事業最輝煌嘅時候，選擇咗同香港上流社會赫赫有名嘅富豪馬清偉拖手步入婚姻殿堂。嗰個時候嘅馬清偉喺香港上流社會嘅財富同地位好高好高，能夠同佢結為夫婦，喺外界眼中，陳美琪無疑係撈到咗大好處，開始咗一段令人羨慕嘅豪門生活。然而，命運嘅輪子總係充滿變數。婚後唔久，馬清偉嘅心就悄悄偏離咗正軌，佢愛上咗關之琳。關之琳呢位以絕世容顏聞名嘅女星，同樣對馬太太呢個位置虎視眈眈。一時之間，兩個女人之間展開咗一場激烈嘅爭奪戰，一個全力防守，試圖守住自己嘅婚姻堡壘；一個積極進攻，妄想取代陳美琪嘅位置。呢場冇硝煙嘅戰爭，最終以兩敗俱傷收場。馬清偉同陳美琪嘅婚姻走到盡頭，離婚之後，佢並唔似外界所料會迎娶關之琳，反而將目光投向咗香港上流社會名門之女薛芷麟。薛芷麟呢位含住金湯匙出世嘅名媛，自出世起就已經站在咗好多人夢寐以求嘅起跑線上。佢出世於九龍塘，喺嗰個年代嘅香港人眼中，九龍塘就係上流社會嘅代名詞。六七十年代能夠住喺呢度嘅，非富則貴，唔係醫生就係富商，屋企要麼有蓬勃發展嘅公司，要麼就坐擁豐厚嘅祖業。薛芷麟嘅家庭就係典型嘅中上層家庭，有錢又有教養，處處都講究體面。父母對薛芷麟寄予厚望，佢哋唔希望女兒只係一個空有外表嘅漂亮千金小姐，更期望佢能夠擁有深厚嘅修養同獨特嘅氣質。於是，宋薛芷麟細個起，佢嘅校園生活就被各種才藝課填滿。每日朝早，佢要喺芭蕾舞教室裏面，跟住悠揚嘅音樂，一次又一次踮起腳尖，練習優雅嘅舞姿。下午，又要坐喺鋼琴前面，讓靈動嘅音符鬆指尖流出。到咗晚上，仲要投入去游泳訓練當中，喺泳池裏面用力劃水。當其他細路仔喺街邊津津有味咁食魚蛋，享受簡單而快樂嘅時光時，薛芷麟卻喺練功房裏面揮灑汗水，不斷重複緊嗰啲看似枯燥嘅動作。薛芷麟讀嘅學校絕對唔係普通細路仔有機會入去嘅地方。九龍塘最有名嘅瑪利諾書院就好似一座孕育精英嘅搖籃，好多香港上流社會嘅名人、明星以及政界太太都從呢度畢業。呢個地方美女雲集，但同時亦都係一個競爭異常激烈嘅圈子。薛芷麟從小學開始就置身於呢個環境當中，周圍嘅同學唔係富家千金，就係名望人家出身。喺佢同班同學裏面，有一位後來喺香港娛樂圈掀起無數風浪嘅女人張小慧。張小慧同薛芷麟中學生時代起就好似天生就要被比較嘅對象。張小慧出名得好早，4歲就已經穿上香奈兒，出門總係有司機接送，盡顯奢華。薛芷麟雖然冇咁張揚，但屋企條件同樣優渥。佢熱愛打扮，喜歡成為眾人焦點，無論走到邊度都自帶一種主角嘅氣場。表面上兩人關係好似唔錯，但暗地裏面一直都在較勁。你買咗新鞋，佢就一定要買一對更貴嘅；你穿上香奈兒，佢就定製一套迪奧。嗰個年代嘅少女名媛，雖然仲喺讀書，但已經成為小型社交名流。每次學校舉辦活動，佢哋兩個必定係焦點所在，鏡頭緊緊圍住佢哋轉。記者採訪時都總係喜歡圍住佢哋，問時尚心得。薛芷麟天生外形出眾，皮膚白皙，五官立體精緻，再加上性格活潑開朗，無論走到邊度都好容易吸引到其他人嘅目光。學校裏面嘅老師對佢印象極好，讚揚佢有禮貌、
聰明，雖然成績唔算頂尖，但社交能力卻十分出色。好多校友後來回憶起學生時代嘅薛子麟，都話佢嗰個時候就好似一個小明星，拍合照永遠穩穩當當站喺 C 位，笑容完美無瑕，連姿態都擺得好得體。佢嘅氣質與眾不同，唔似一般富家女咁嬌氣，反而蘊含住一種現代感同自信嘅鋒芒。為咗令女兒擁有更加廣闊嘅見識，父母喺薛子麟高中畢業之後就將佢送去美國留學。嗰個年代，能夠出國留學嘅香港女孩本來就少之又少，尤其係去美國讀書，更加係鳳毛麟角。薛子麟憑藉自身努力，考入咗紐約大學。呢間學校喺當時嘅香港人心目中有着極高嘅份量。來到紐約之後，薛子麟嘅朋友圈變得更加國際化，佢接觸到嘅全部都係各國嘅留學生以及社會名流子弟。喺呢度，佢開始接觸到更加潮流嘅時尚理念，學會咗點樣獨立打理自己嘅生活。佢嘅穿衣風格亦都逐漸發生變化，從原本嘅溫婉柔美轉變為幹練利落，甚至仲帶有一絲中性風。每次暑假返香港，薛子麟都好似換咗一個人，氣息越嚟越公潤養眼，舉手投足之間散發住一種優雅且帶有距離感嘅名媛風範。亦都正係喺一次返香港嘅期間，薛子麟嘅人生軌跡發生咗重大轉變。佢被雜誌社編輯睇中咗。當時嘅香港正處於娛樂圈嘅黃金年代，雜誌封面人物冇一不是社會話題嘅焦點。薛子麟嗰種自信又冷艷嘅氣質，瞬間吸引咗編輯嘅目光，對方連續幾日邀請佢拍照。起初，薛子麟拒絕咗，佢覺得自己只係學生，並唔想被曝光喺公眾視野之下。但編輯軟磨硬抱，最終佢仲係答應咗。嗰次拍攝成為咗薛子麟人生嘅轉折點。佢穿着一件灰色風衣，留住幹練嘅短髮，眼神中透露出一種混合住叛逆同高貴嘅氣場。攝影師一拍完就忍不住讚嘆：呢個女孩天生就應該喺鏡頭前面。果不其然，雜誌一出版，薛子麟就成為咗新一代命運代表人物，媒體紛紛追住佢報道。有人話佢好似張曼玉，亦都有人覺得佢更加似年輕時嘅關之琳。總之，佢就係嗰種令人過目不忘嘅美。亦都正係因為呢組照片，薛子麟誤打誤撞咁進入咗娛樂圈。當時唔少導演都喺四處尋找新人拍廣告或者電影。薛子麟身上嗰種帶住貴氣，但又唔過分世故嘅氣質，十分得人歡心。佢第一次拍夫就搭檔咗當時功德發子嘅譚詠麟。嗰個時候佢先23歲，別人為咗入行四處試鏡，拼盡全力，而佢只係隨口答應，資源就好得離譜。呢種輕輕鬆鬆就可以被人睇中嘅運氣，令人不禁感嘆佢確實好命。之後，薛子麟真嘅接到咗人生第一部電影嘅邀請，搭檔嘅居然仲係譚詠麟。當時嘅譚校長正處於事業嘅巔峰時期，能夠同佢合作嘅新人，冇一不是公司力捧嘅對象。薛子麟嗰個時候嘅心態，完全係抱着玩下嘅態度，對劇本唔挑唔揀，甚至一度因為台詞太多而抱怨。但佢實在生得太上鏡啦，鏡頭一吸到佢就極具氣場，所以導演十分鍾意佢。嗰部夫雖然唔算大製作，但一上映反響就相當唔錯，亦都令到薛子麟聰明緩搖身一變，成為咗香港女演員。有咗第一次拍片嘅經驗，薛子麟開始受到更多人嘅關注，導演、廣告商紛紛上門揾佢。佢嘅資源好得令人驚嘆。佢同謝霆鋒、黎明、鐘楚紅、梅艷芳、成龍等一線明星都有過合作，短短幾年間就拍咗10幾部作品。其中最有名嘅一部，黨竹同周潤發一齊出演嘅《倩女幽魂》。喺片中，
佢飾演小青，雖然係女二號，但同周潤發同腔嘅時候，一點都唔顯得失色。佢嘅五官比黃宗澤更加立體，氣場亦都更加強大。一時之間，圈內都在討論邊個先至係真正嘅女神。不過，薛之麟並唔會因為倩女幽魂而走上專職演員之路。佢自己都承認拍夫實在太辛苦啦，早出晚歸，日曬雨淋，呢個完全唔係佢想要嘅生活。佢習慣咗優雅自在嘅節奏，唔使喺片場被導演罵，亦都唔使一次性背咁多台詞。佢更加中意拍廣告，因為可以美美咁出現2分鐘，輕輕鬆鬆又可以賺錢。對佢嚟講，演藝圈更加似一個社交平台，喺呢度可以認識明星、結交名流，而唔係謀生嘅手段。事實上，佢從來都冇打算靠演技嚟食飯。佢有剪有背景，拍夫只係出於新鮮感而已。出席首映禮嘅時候，薛之麟總係打扮得光彩照人，媒體追住佢拍攝，佢笑得體大方，說話溫柔婉轉，完美咁詮釋咗咩叫做生喺聚光燈下。有記者問佢係咪想攞影后啊？佢笑住回答：我唔敢諗咁多，其實呢個只係生活嘅一部分。呢句話後來被好多人解讀為佢玩下嘅真實寫照。雖然資源好，但薛之麟拍嘅電影數量並唔多，幾年下來也就嗰10幾部，大多數係愛情片、蚊藝片或者喜劇片。喺演技方面，佢算唔上出彩，但勝在有氣質。觀眾睇佢嘅作品，更多都係關注佢嘅造型。嗰個時代嘅觀眾對於女明星嘅要求並唔咁高。只要夠美夠上鏡，就可以喺電視屏幕上面佔住一席之地。薛之麟憑藉屋企條件同人脈，很快喺娛樂圈站穩咗腳。不過，雖然佢冇大紅大紫，但始終被媒體追住寫，認為佢係名門美女、豪門之女，呢啲標籤本身就自帶流量。薛之麟嘅生活亦都十分有睇頭，幾年來，香港娛樂新聞經常報道佢出入高級場所，參加慈善舞會、品牌派對，同明星、富二代談笑風生。佢同曾志偉、梅艷芳經常被邀請一齊拍封面，被媒體稱為名媛女星代表。但佢始終俾人一種若即若離嘅感覺，唔熱衷於爭地位、參加頒獎評選。好多圈內人都知，佢真正嘅目標唔係影后，而係豪門太太。薛之麟嘅父親去世得好早，為佢留下咗可觀嘅遺產。亦都正係喺嗰段時間裏面，佢對娛樂圈嘅興趣徹底消退，開始覺得呢個圈太亂太複雜，人情冷暖太過明顯。別人靠作品嚟賺錢，而佢早就唔使為剪發愁啦。父親臨終之前叮囑佢唔好入娛樂圈，唔好與人不熟。呢句話成為咗佢嘅心靈陰影。佢開始頻繁出現喺上流社會嘅酒會，結識過往嘅富商子弟，眼神中透露出一種清醒嘅野心。每個人都曾經評論過佢，話薛之麟係娛樂圈裏面最唔似藝人嘅藝人。呢句話其實一點都唔錯，佢從頭到尾都帶住一種我只係路過嘅姿態，對名氣唔貪，對錢唔缺，對人脈卻極其重視。佢拍電影嘅時候，認識咗好多商界名流，亦都因為身份同氣質，被不少豪門太太視為可以培養嘅接班人。嗰個年代嘅香港娛樂圈，其實係富豪太太嘅半個社交場，男人睇夫或許係假，睇女人卻係真。薛之麟就喺呢個環境之下，漸漸意識到，與其拼命拍夫，不如直接嫁俾有錢人。佢曾經喺一次採訪裏面半開玩笑咁話過，靠演技賺嘅錢仲唔夠我買一個包啊。呢句話雖然被媒體大肆渲染，但確實反映出佢真實嘅心態。佢知自己最大嘅資本唔係演技，而係背景同外形。所以當父親離世，留下咗嗰筆千萬遺產之後，佢做咗一個決定，唔再做演員，聽父親嘅話，
搵一個門當戶對嘅豪門嫁咗。娛樂圈嘅風光對佢嚟講係一場夢，名媛圈嘅地位先至係佢真正要守嘅城。佢嘅夫夢到呢度為止，取而代之嘅係一場現實版嘅豪門爭鬥。告別咗劉坤陽呢個渣男之後，薛子麟開始喺各種高端酒會上面尋覓合適嘅對象。幾個月後，佢認識咗邀請佢一齊跳舞嘅富二代馬清偉。馬清偉係大富豪馬景燦嘅長子，雖然佢同鄭美琪離咗婚，但呢個豪門位置依然十分搶手。認識唔到3個月，薛子麟就決定要嫁俾馬清偉啦。婚後，薛子麟忙於生兒育女，一共生下2個仔1個女，順利咁坐穩咗馬太太嘅位置。自從成為馬家大媳婦之後，佢似乎得到咗命運嘅眷顧，喺各種場合都如魚得水。每次合影，佢總係站喺 C 位，仲結識咗一批有權有勢嘅太太。然而，表面上嘅風光背後，卻隱藏住危機。很快，馬清偉偷情嘅消息爆咗出嚟，大家表面上對佢恭維有加，實際上背地裏面都在嘲笑佢揀咗個渣男。對於心高氣傲嘅薛子麟嚟講，點樣可以受得呢口氣？2004年，薛子麟終於提出咗離婚。41歲離婚，需要幾大嘅勇氣啊！何況佢仲有3個細路。我諗薛子麟離婚嘅底氣就喺於父親生前為佢留下嘅千萬遺產。離婚之後，薛子麟徹底告別咗馬太太嘅身份。剛開始嗰幾年，佢嘅生活看似比以前更加自由肆意。佢唔使再顧及豪門嘅規矩，唔使壓抑自己嘅情緒，想去邊度就去邊度，想買咩就買咩。佢開始頻繁出現喺名流派對、藝術展，甚至仲有一些有小鮮肉參加嘅私人聚會上面。外界睇佢依然係嗰個光鮮亮麗、風姿不減當年嘅社交女王，但只有佢自己知，嗰種笑容其實有一半係為咗撐場面。離婚之後嘅佢，拿住一筆可觀嘅贍養費，再加上父親留下嘅遺產，根本唔使為錢發愁。就在佢準備重新規劃人生嘅時候，一場疾病悄然降臨。2009年，佢被確診患上乳癌。那一刻，佢嘅人生徹底停擺。長期以來，佢一直活在名流圈嘅光環之下，從未諗過身體會出現問題。剛得知病情嘅時候，佢幾乎崩潰。佢怕自己會死，怕自己會失去美貌，怕會失去一切曾經引以為傲嘅嘢。嗰段時間，佢幾乎足不出戶，將自己困喺房間裏面，成日胡思亂想。最令佢感到心涼嘅係，嗰啲昔日稱兄道弟，一齊飲香檳嘅朋友，幾乎冇人再出現喺熱鬧嘅場合啦。原來熱鬧都係假象，一旦病咗，嗰啲所謂嘅名門圈立刻同佢劃清界限。反而係前夫馬清偉打咗一個電話俾佢，令到佢十分意外。電話裏面佢語氣平靜，只係話出院之後就返屋企啦，細路仔都想佢。呢句話一度令到佢眼濕濕。佢後來喺採訪當中坦言，佢唔係一個好丈夫，但佢係一個有情義嘅男人。經歷過呢場大病之後，薛子麟嘅人生觀徹底改變。佢開始減少出席無意義嘅社交活動，唔再同嗰啲八卦太太攀比。佢用更多嘅時間嚟陪伴細路，仲重新審視自己真正想要嘅係咩？以前佢以為幸福就係嫁入豪門、穿名牌、出風頭，而而家佢只想要平靜。佢開始學插花、畫畫，仲迷上咗旅行。有人笑佢浪子回頭，佢卻話以前係為咗別人而活，而而家終於為自己活一次。而家嘅薛子麟雖然唔再年輕，但依然活得有聲有色。佢偶爾會喺社交媒體上面曬出自己嘅生活，穿着精緻，笑容依舊。佢唔談感情，亦都唔談婚姻，只係話自己過得好。佢早已明白，
呢個世界上冇人可以永遠陪住你，可以依靠嘅只有自己。港媒曾經評論過佢，薛子麟半生折騰，一場紙醉金迷嘅夢，有過盛宴，亦有過孤獨，但佢最終學會咗喺風光散盡之後，自己站咗起嚟。呢句話說得一點都唔錯，佢經歷過愛同背叛，富貴同病痛，亦都體驗過人情冷暖。而家嘅佢唔再追求豪門，唔再怕衰老，亦都唔再用別人嘅眼光嚟定義幸福。